早清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病例。昨昏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是新增加50561例，所有县市昨昏病例数拢降到8000例以下。死亡个案是新增加172例，其中内底包括一个3岁当前的查甫囡仔。那指挥官陈时中确诊满7天啊，伫今仔日伊敢会出来开互主持记者会，目前是也未确定，要看伊今仔日身体的状况安怎。伫相片看到病人的大腿甲骹肚有真侪起疹膜的情形，也有人伫个手骨是真侪敢若红色的肥仔共款。有24岁观众观测到确诊了后出现种红粒仔，也有起疹膜的患者，大约是增加3成。我们发现的民众大概都要抽15岁以上到这个差不多60岁之间是我们常见的这些病患的族群一般来讲，我们发现民众来就诊，大概说他这个得了这个症状的发生大概多少？可能差不多5天到1个礼拜之后。甚至有2个礼拜后才出现。国内新冠疫情有较例外，指挥中心宣布19新增加50561例，比前一天下降5.7%，各县市拢在8000例以下。那目前各区都还是呈现一个持续下降或者是缓降的一个情形。另外，中重症增加285名，有172例死亡，其中中重症新增加1例特殊的个案，伊是17岁有长期慢性的神经系统脑部方面疾病的男性，长期在床，无注新冠疫苗，也新增加1名儿童重症死亡的病例，是一个3岁查甫囡仔。有慢性的脑部疾病，也有神经系统的疾病。6月测试烧加40度，伫诊所检测阳性。6月11出现嗽吐，送医急救的时阵，喘气真喘，有杂音，互诊断是黑骨喘合并喘气真困难，赶紧甲伊收治在离区的加护病房，并且用药物治疗，最后依然是不幸死亡。诊治过程中有发现新诊断的一个糖尿病酮酸中毒的一个算糖尿病重症的情景，不幸就是在救治的过程中仍然难以控制血压那在6月14号的时候，因为有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心肺衰竭的情形经过医疗团队急救无效。由国内本土个案人数已经连续3天拢是5万外人，指挥中心讲，各区拢呈现继续下降，也是慢慢降落情形。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已经确诊满7天，所来是不是恢复主持记者会，要看指挥官休息身体状况了后，才法度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好天烧热，高温有机会会升悬到36度。若东南部有机会会出现回烧风，天气真热，乡亲就要加啉水。咱做伙来看温度。太平洋高压增强，这礼拜的天气拢是高温烧热，会知影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若过到了后，大台北、东北部各地山区拢会落西北雨，也是雷公雨。日是高温后有热，高温有34度、35度。若有的所在高温会升悬到36度。尤其花莲、台东、高雄、屏东、大台北、台南，高温拢有机会升悬到36度以上。若东南部是会细致回烧风。另外，要提醒民众，日头真美，爱加啉水，唔通着沙。另外，后礼拜伫菲律宾东边海面上应该有热带扰动会形成，敢会变做风台，这部分就要搁观察。天气愈来愈热，家人昨昏有700多户向失电。台电是讲电路线好好，是开关互切断去，目前已经恢复啊。另外，经济部按算6月27会开会，要讨论7月份的电费钱敢要起价。挂上诉管讲话真正难，家人市这陈小姐平常时靠上诉机器来补充上诉，不过一场无预警的停电，会陷入危险当中。他没有氧气的时候，我就不能活了。怎么当然他不能停电呐、所以你要停电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们。陈小姐只好摕用在上诉机器来代替。19早起8点外，家人中山区德安路甲复兴路这所在向停电，756户受影响，抢修点外钟总算电来啊。台电表示，电力开关设备和不明人士手动切断，已经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是当地建行工地员工无细致去卡掉，不是故意破坏。向停电，民众是热甲挡袂牢，所以去一礼拜受太平洋高压影响，西半部拢是超过33度的高温。不过民众用电要特别注意，因为7月电费钱可能被调整咯。这个要看那个主管机关的通知啦。是。那我们台电一直在准备这个资料。
定价汇率审议会传出经济部初步排定6月27召开，决定7月电费钱是毋是调起。不过经济部甲相关单位目前拢无做明确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热天到位啊！今日咱台湾的真热，那欧洲是更较热。法国、德国、西班牙高温拢冲关到冲破40度。西班牙阁发生火烧山，天气打扫有要挖2万公顷的山林烧了了。大火伫山林内底拖烧，消防员伫大火周围清除防火线，受到烧影影响，欧洲国家法国、德国甲西班牙拢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西班牙克莱布拉山脉地区阁引起森林大火，互消防员为空中地面一直野水拍火，野火至少烧掉将近2万公顷的林地，至少有13个钟头，差不多1700人必须爱脱离家园。西班牙的市区民众嘛热到避伫杂凉的所在，一直用开扇甲帽仔下风。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当地今日夏季初期气温是过去几十年来上高，东北部甲北部地区会出现40度到42度的高温。Es muy preocupante porque estamos en el mes de junio y ya llevamos dos, en mayo 34, 35, que no era normal, y ahora en junio, pues bueno, te imaginas 44 grados y sin llover, sin humedad. 同款烧热的状况嘛出现伫法国市区，法国真侪地区的气温为16开始爬到40度，到周末的各地气温拢升到41度到42度，互真条住伫个市区的喷水池甲工厂生水，今日阁不时出现到卖场买电风的人。Avec la canicule, en fait, j'ai préféré partir sur quelque chose qui pourrait refroidir en fait la maison, parce qu'en fait là, il fait très chaud. Ce matin, il y en a encore un petit peu dans le magasin d'à côté, mais on commence à payer cher pour un ventilateur.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受到高温影响，有民众开始伫个内因河面顶坐船甲顺水上乌托邦消暑。科学家警告，伫个气温变迁之下，今年全球各地烧影会比过去提早出现，高温记录有可能会阁创下新高。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咱政府推动风力发电，西部海岸陆续有采大机的风力发电机。军方即马是正是讲，这大机风吹，也把片咧转西时会干扰雷达战备，这影响咱国军反飞弹甲反飞行机的任务。来看自由时报，根据教育部上新的预测报告，到126学年度，国校的学生囡仔会比100学年度减59万人。那110学年度大专的学生已经无到100万人。来看中国时报。根据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前军政局长罗德林伫2当前，为着帮助台湾道教总会前理事长的查某囝报考当年的志愿役专业预备军官班，伫考试之前有专工派2个上校去辅导，互这个考生考试的分数真高。监察院对军政局提出纠正，军政局嘛对涉案的人做出处罚。来关心，虽然咱国内即马是还未开放会当出国嘅旅游团，也毋过已经有旅行社公布未来行程。那介绍看起来拢比英国也搁较贵。亲像去日本耍5天，英国差不多是3万通块，即阵开出来行程要5万块以上。业者是表示，受疫情的影响，飞机机票、饭店拢在起价，这是起价主要的原因。无论是化妆品也是保养品，上流行的服装到好食物件，到韩国世界买物件，一直真受到不少少年人的喜爱。也有即台粉白色的车上外壳，内底对壁、椅啊、窗啊、地板拢是用上受欢迎的凯蒂猫做装饰的限定的专属列车。过去也吸引不少民众飞到日本去坐。各国陆续解除禁令，加上咱国入境检疫所底下做3天加4天，不少民众真想要出去行行。虽然台湾出国的禁团令还未解除，不过已经有旅行社先伫个网站顶面来介绍国外旅游的行程，互民众来参考。有个趋势，第一个部分除了日本之外，其实包含就是欧洲也有大幅的成长，因为现在出国变得比较繁琐，就是有些程序，所以报复性的旅游它可能不见得发生在次数，而是大家会把天数拉长。详细看一下业者所顶的介绍，过去到日本带团耍5天，大约只要开3万左右就够。不过即阵差不多拢要5万外。日本、韩国、欧美的团费起伏是3成到5成。业者讲，因为全球面临通货膨胀，加上油价起价，旅游团人数降低，机票、饭店拢起，这拢是团费大起的原因。
如果基本上去过的地方，我可能就考虑不去了，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啊。以前可能一家人出去玩，可能10万块，我们可以去日本玩一趟，但现在可能需要大概 double 的费用，大概20万，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我就是计划全家一起出国的意愿。对着出国去旅游，大部分民众也伫咧看，也毋过也人对着介绍应接受。业者坦白讲，旅客规伤久无出去啊，也毋过未来防疫规定若是佫放松，航班变较侪了后，继续应该有机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出国游览变贵，会当留点国内佚佗。本土疫情转好，屏东垦丁即马游客已经变侪，饭店的生意嘛加2-3成。也毋过人一济无守规矩的代志嘛变侪，乱象嘛看拢走出来。拜六的垦丁街路上，真侪游客规家出佚佗来踅夜市啊！本土疫情慢慢落来，互垦丁的游客又搁转来咯。拜六暗时大约3,000人来遮佚佗，当地休大也提升2-3成。周六的车潮人潮有很明显的增加，比上个月大约增加了2到3成。希望呢疫情能够持续的下探，控制得宜，让我们的生活早日恢复正常。屏东真侪真好耍水的所在，亲像垦丁也是后壁湖，假期每一摆到拜六，四界拢是游客。这2年因为疫情，游客大幅减少，每一摆观光回温，业者拢希望会使冻较久的。也毋过游客多也带来部分的乱象，有民众贪方便，违规甲车开入后壁湖的沙坡顶面。民众将车辆开进沙滩，不仅会造成沙滩地质景观的破坏，也会危害栖息沙滩上的生物。因此，违规者可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裁处1500元的一个罚款。他那种绑法是非常拙劣的绑法，因为他这样绑，他屁股要一直摇，那不那个很危险的哈，超危险的。除了车开入沙坡后，这台车顶绑着官方的塑胶鸭，一路一直开。若山落去，就可能造成事故。警方接报了后，一直追查。每以交通条例裁罚车主3000到1,800块不等罚单，也提醒民众这类水上用品真轻，应该到要耍水的所在就去灌封，以免影响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0636例，目前咱台湾即阵病例数计共超过329万例。日本的病例超过900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7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1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已经超过3000万例。5月份的时，菲律宾有举行总统大选，尾也是邮政独裁者的后生小马可仕，甲总统杜特地的查某囝萨拉一组选赢。昨昏萨拉宣誓就职，成做副总统。那伊的老爸杜特地，也有新总统小马可仕，拢有参加。穿青色礼服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的大汉查某囝萨拉杜特地，伫咧5月份菲律宾正副总统大选，摕到3200万张选票，19由爸母陪伴宣誓就职副总统。The voice of 32.2 million Filipinos was loud and clear, with the message to serve our motherland. And this message has been reiterated in my oath to consecrate myself to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 照菲律宾的传统，就要上任的正副总统，一般拢会伫咧同一天参加就职典礼。不过44岁萨拉担任南部城市闹毛市的市长几多年啊，所以进前就已经计划要提前班。伊讲只有安尼先做，才能互茂茂地区的民众看到伊的骄傲，也会赴参加小马可仕总统的就职典礼。The days ahead may be full of challenges that call for us to be more united as a nation. 除了出来人以外，甲伊最近参选的总统当选人前独裁者的后生小马可仕也来参加。这场就职典礼比小马可仕的总统就职典礼早11天。两个人是无共政党甲无共政治家族，共人的第2代组合正式上任了6年的任期，主要的任务就是面对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加通膨。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欧美国家制裁。即马俄罗斯是反制欧美国家对10月开始减送天然气和欧洲使用，亲像意大利甲斯洛伐克收到的天然气，剩英国的一半。那法国即马已经完全收无天然气。俄乌战争就要满4个月，自保加利亚、波兰、芬兰了后，俄罗斯佫一摆对欧洲各国停止或者是减少供应天然气。俄罗斯能源公司以维修机组做理由，一直减少8K1号光线送予欧洲天然气，目前的量只有过去的40%。意大利甲斯洛伐克17开始收到的天然气只有过去的一半。奥地利也收到减量供应的通知，不过是为15开始就无收到经过德国传过来天然气。能源监管机构德国联邦网络局调查显示，德国国内天然气的储存设施18吨量增加到56.67%，比前一天增加0.38%。Under here is a natural storage. So this used to be a gas field, and we've just now using the old gas field for storing natural gas. 德国政府目前已经按企业甲家庭将天然气消耗量降到上低，希望伫4个月冬天来进行天然气储存量用达到80%，用来满足冬天用电高峰。另外，还有粮食供应出现困难，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协国家已向真济家庭受到食物价格欠款影响，互当地政府决定限制食品出口。For a country like the Philippines, on average, they spend more than 30%, close to 40% of their income on food, so they are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price shock. 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官员认为，疫情甲战争互食品价格起价，当互东协国家有精神，爱搁较侪农业多样化，搁较侪种类食物，甲多样化饮食，互经济发展有利，也互民众得到搁较侪影响。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国会礼拜通过2项法案，要对俄罗斯的册甲音乐进行限制，来切断2国的文化交流。来关心澳门，让8个月即马佫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上无已经有21例，所以澳门要进行全面的体检，即马嘛要求因的民众尽量唔好出门。来关心法国国会大选第2轮的开票，总统马克宏的联名已经失去议会多数的席次，这也是影响马克宏的改革计划。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年底高合一选举。现任基隆市长林右昌已经做2届啊，民进党是要派立委蔡适应来参选。昨蔡适应是讲，总讲民进党会当继续执政，绝对袂互基隆行回头路。那对手国民党的参选人谢国良是回应讲，现任的成绩是无一定会转做后一任的选票。除了2大党时代力量，还有民众党拢有要参选。前国民党基隆党部主委黄希贤嘛讲，伊要替党参选到底。展现8年来政绩，基隆城市博览会最后一天，市长林右昌力挺参选市长的蔡适应。蔡适应强调，力赢继续执政，为互基隆发展行回头路。基隆有史以来最棒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好成绩，接棒右昌市长继续在基隆的努力，而不是让基隆走回头路。所以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要让基隆走回头路。国民党谢国良认为，虽然基隆城市博览会至少有加分效果，但不一定能转化做支持民进党的选票。基隆现在的确诊率是全国第1高，景气跟消费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虽然陈柏会有加分，但这个加分能不能够移转到民进党的选举，我觉得这个还有待验证。不过市长选举对小党来讲难度佫较悬，家庭诉求超过6例。时代力量伫基隆唯一一席议员单会中放弃连任参选市长，除了想要带动议员席数增加，也希望互地方政策无受哪力影响。一个改变选战文化的企图心，让第三势力，让民众更相信说，其实第三势力我们真的还可以去突破蓝绿2党传统的这种版图之争，然后真的去就市民关心的议题去擘画基隆市。出身基隆民众党部分区立委邱成焕话，无曲战无固战，希望带动党籍议员选情，就等党内机制最后决定。我本人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我本人不怯战、不惧战，只要对基隆市民有帮助，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认同，党中央的机制，
我们都予以尊重。互出门靠车以改变创造机会，前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黄启贤去年3月退党了后，成立政部基隆连线，强调会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基隆市长，是不是影响压力选情也受到关心。基隆市这摆市长选举可能参选复杂，也让市民有更较侪选择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国小连续禁止咱的台湾石斑抑个袂大鱼，影响咱渔民的收入。咱政府是呼吁中国爱遵守国际贸易规范，而且嘛讲会加强内销，而且会提供外销的管道，拍开国际市场。另外，伫南方澳的蚵仔床是因为受疫情影响，袂少餐厅即马拢休困无做，无收蚵仔床，造成鱼价嘛落嘛落。政府讲即部分卖补助。今年大尾蚵仔床，互人看了喙烂菜菜滴。所有区议会来台北行销蚵仔床，渔业署的代理署长范美玲、宜兰县长林志标，抑个立委蒋万安等人最近来行销蚵仔床。受疫情影响，真侪餐厅拢无开，后期的介绍一直搬。政府即马提供补助，希望后渔民会当维持因的生活。但是今年因为我们政府渔业署跟农委会他有给我们那个渔会指示啊，就是说要将那个将这个鱼价把它的就是说抑制起来，就是在价钱不能太低，让这样的话，那渔民的收入才会增加。蚵仔床的介绍虽然有稳定，不过渔民担心，和中国禁止输入的石斑介绍恐惊会崩盘。政府即马有3大措施，包括提供低利率的贷款。加强电商平台促销，加速加工储存，抑个外销的奖励，来稳定介绍。研养的过程中，我们会提供每公顷500万的低利贷款。那我们也规划第1年是免息的，好的石斑鱼可以行销到其他更多的国家。那我们主要的目标市场呢，就是美国、纽西兰，还有加拿大，还有欧盟等等。另外，中国以外包装检测新冠肺炎阳性做理由，暂停相关企业输入白带鱼1礼拜。农委会渔业署代理署长范美玲讲，这部分的影响无大，政府会继续接纳上新的情形，做及时的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花莲伫拄则9点05分左右有发生地震，规模初步判断应该是6，深度敢若6.8公里。全台湾拢有感觉地震在摇，上大震度是伫花莲有5级，台东有4级，目前也无传出灾情，这是头大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咱来关心海巡署第13巡防区的指挥部，顶礼拜6伫木斗区东北海域发现不明的中国渔船走过界来掠鱼，这台中国船佫拒绝停船接受检查，咱的巡防艇随赶紧去捉，嘛强制停船检查。发现领位于大陆籍渔船越界作业，海巡人员立即广播喝令提船。该船人持续加速逃逸拒检，巡防艇遂采取紧追及强靠登检控制该船，查获船上有5名船员，量测体温均正常，渔获30公斤，均已全数海抛。船顶有5个船员，量测因的体温拢正常。若船顶有30公斤的鱼货，全部拢搁等入去海底。伫船顶嘛无发现鱼，也是猪肉制品。海巡人员伫船顶调查的时嘛有专程拢有穿几套的防护装备。这个中国船员经过 PCR 检测，拢是阴性的，即马已经送到第7巡防队来调查。来关心即阵天气愈来愈热，真侪人会去溪边，也是河边耍水，爱细致安全。伫拜六礼拜时，就有一群人小招去新北三峡的河边耍水航坝，有一个查甫人为着要救跋落水的朋友，家己不幸渡水死亡。另外，佫有一个读高中1年的船艇队的选手，伫南投日月潭训练的时训练线，想要落水凉一下，却无浮出水面，找到人的时已经救无回来。要得到全中运铜牌好成绩，高1的姓投船艇队选手19早起伫南投日月潭完成轻艇训练了后，疑似因为天气真热，跳落潭水泡水，却无浮出水面。被救起来时阵，送医已经无救啊。另外，新北市是发生另外一个渡水的事件。
等一下，帮忙接一下。真侪警消人员出动，用40分钟总算找到渡水的10个人。暗过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抢救宣告不治。因同行少年不慎落水，田姓男子未将其救起下水救援，却因自身体力不支而发生溺水意外。18下晡4点外，7人到三脚河耍水航坝，有人无细致跋落水，闪电10个人马上落水救人。警方初步了解，伊伫救人过程好亲像体力不够，翻倒转来渡水，最后不幸身亡。如果他溺水以后，他清醒的时候，他有办法做到这个水母漂，那当然是或是仰漂，那当然是最好。这个可以等待人家救援。所以从以前到现在都不鼓励那一些那个没有受过专业或者受过训的人去救。消防署统计，1806年开始到去年底，因为渡水死亡，每年差不多500人。溪河海边常常发生，三脚河是真侪人失踪的溪边秘境。不过这所在其实公告禁止，专家提醒，爱细致选耍水的所在，才袂造成悲剧。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食酒赛车，今年3月份的时，新法令有实施，法比英国也去较重，也毋过有人就是先发都发唔惊。其中有一个查甫人食酒赛车，毋过伊无要配合酒测，佮呛讲伊就是挑工的，甚至走互警察入，互警方处番姜水才压制。若高雄某人食酒赛车了后，是弄断路顶，掉伫安全岛。去哪里？过来啊！台中警方18下晡伫南屯区岭东路甲建工路口交通检查小望勤务，发现一个姓旧的查甫人骑机车闪避，查来发现拢是酒味，要酒测，不过这查甫人无要配合，佮态度也无好。没啊，我刚来坐下，坐在地上。这查甫人向前走，原警入过去，将伊地地涂骹各用番仔油水才顺利压制，双方拢小可刺伤。经过酒测是0.81毫克，专案依照公共危险加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将这个该名犯嫌压制在地，并使用这个防护型辣椒喷雾器制止该嫌。那这名犯嫌的酒测值达0.81，本案依涉嫌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最后是卡，对，安全岛上的树啊，安全岛上的那个灯也被他撞倒了。要高雄新城区19透早枵酒后开车事件，一个姓黄查甫人甲朋友啉酒，想要驶转去大个所在，煞伫民生民权路口失控自动，车祸现场一片路苍苍，路顶也弄断去，倒伫路顶悬，车内安全气囊也裂开。王姓驾驶身上有擦挫伤，没有大碍。本案本所警讯后将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姓黄查甫人酒脚小可刺伤，无生命危险，酒测值是0.82毫克。警方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呼吁市民饮酒了后，千万唔通驶车，才袂害人佮害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受即马气候变迁的影响，几若款品种的菜瓜拢伫同一个时间大出，量伤济就造成价小歹。为着要分散菜瓜的生产期，云林岛南农会有引进高雄4号去试种，希望会当互菜瓜的生产期唔通伤晚来维持价小。做事人靠天食饭，当年的天气环境的变化，拢会影响因的产量。亲像今年的菜瓜，就因为3月大雨，天气佫寒，产季延后，几落款品种的菜瓜拢客伫差不多的时间大出，影响到价销。所以云林岛南镇农会引进产季较早高雄4号品种来种，希望互一寡农民改种高雄4号，避免出产的时间拢客做伙。高雄4号它成长很快，然后它的产量很高，从它比大松丝瓜大概早了差不多20天左右。这样可以把它生产期拉开了，这样价钱才不会有的时候很高，有时候很低啦。它长出的时间可以比较早一点，让它就是让它稍微分配，不要让它都一直在这么集中的时间，就是量产。因为本土疫情，这餐厅进货量减少，学校嘛因为停课免传中昼顿给囡仔食，菜瓜大出煞无地销。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已经就是那个供应的量都已经有在减少。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说消费者能够
因为尝鲜来吃一下我们最新鲜在地的所有的食材。斗南镇农会表示，菜瓜拢是在地生产上青的食材，毋望民众趁大出加价挂，嘛通甲农民斗销斗小经。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古早柑仔店较有人情味，真正有影。台南嘉义有一间柑仔店，对阿公辈就开始咧经营啊，经营到呾已经是第3代在换。柑仔店卖物件百款。过节的时，阁会替大家先传好有需要的物件，先传便便。啊，若有拄着社区时代经济有困难，头家卖出手斗3工，真正互当地乡亲感觉真甘心。行入这间细细间仔的店仔，内底物件你想会到的拢总有。台南嘉义这间有100年历史的柑仔店，为头家阿公迄代就开啊，为着要传承落去，头家就接手来做。到即马才已经变成社区联络感情的一个据点。我讲啊还是啊，到我这代个3代啊，嘿啊，3代大部分附近的住民拢有熟悉啦，熟悉本地个买个拢有感情啊，传统的柑仔店就是拢有算感情生理啦。这间柑仔店内底除了基本的民生用品，佮会看季节来卖乡亲需要的物件。亲像前一阵五六节，佮卖粽盒佮咸蛋零，方便大家使买转去过节。而且若拄着时代有困难，也是社区发展协会办活动，头家嘛讲会当先来店内底摕物件，等较方便时才来付钱嘛无要紧。伊的人缘好就是安那，人若无钱来甲摕，伊嘛讲不要紧啊，你摕倒啦，有钱较摕来啦，啊无钱嘛无要紧啊。所以阮家里迄所有只5分钟啊，大家拢一定会来甲摕，佮安那想着嘛，想要来甲伊摕，即间是凭全家佮较甘心的甘心啦。时代咧进步，便利超商愈开愈多，传统的柑仔店因为生意火火，今年会当关门，无就是继续度小月。毋过这传统柑仔店的人情味，是便利超商永远拢无法度代替的，嘛是大家欢喜来交关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黄金密宝是较罕有、较罕看的物种。咱国内甲呾嘛拢也真欠缺黄金密宝声音的资料。伫云林的密宝生态馆，伫已经连续几年当有举办公民工作坊。除了要希望收集更较侪资料来研究，嘛有咧教有兴趣的民众去学专业的仪器，记录密宝的叫声，做研究密宝的志工。老师当咧台顶介绍有关密宝生态，这是云林黄金密宝馆所办的公民科学工作坊。除了要互民众实际了解调查密宝的工课，主要也望讲会当补足国内密宝声音的研究资料。因为我本来是做青蛙声音的，然后就想说只做点不一样的，因为都是声音嘛，然后想平常都看不到蝙蝠，顶多就是看他们远远的在那边飞，然后就想说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透过声音来去认识蝙蝠。若想要录到密宝声音，唔但要经伫暗时，佮要调用专门的机器，操作人员同款需要真专业，甲研究其他动物的工课比起来，有影是真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密宝资料到单也个真欠缺的原因。在做蝙蝠的观察或是研究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一些特别的声学仪器和录音器以及软体，去进行这个蝙蝠的种类的出现的调查以及行为。那晚上也会有一些带这个学员出去实际体验一下这个蝙蝠声音录制，跟明天会有这个声音的分析。台湾的这个蝙蝠的声音的这个收集或者说资料的一个开放性其实还不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的一些公开性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这几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些人员的一些训练，希望让这些技术能够更加的普及，让台湾整体蝙蝠的一些资源监测调查能够更加的一个顺利。加在伫黄金密宝馆这几年的拍拼之下，已经有愈来愈多人加入研究密宝的工课，透过工作坊的活动，民众动手体验，兼补充一寡研究资料，学者嘛会当更较轻松，互国内密宝的保育工课会当愈来愈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国上啊，买一个有侧面的国宝林志梅阿嬷，伫顶礼拜六过身，伊食到101岁。文化部长李英德是表示，会协助家属办后事，嘛请总统命令保养。林志梅查某囝就讲，伊的娘咧永远是伊的员工。
全国仅存的侧边的国父林姊妹18岁花莲倒归乡会出来底来过身，家属感觉真唔甘，感念老母为家族付出。查某囝林兆辉更加以老母为荣，让花乌花莲看林姊妹最后一面的侧边的文书工作者电贵石是感佩林姊妹对着性命的价值观。从台北沿路很平安的，坐救护车送到达他自己的老家，很开心，知道说已经到家了，大概5点半到家，6点10分断气了。侧面是泰雅泰鲁国族在地克族的文化传统，代表用儒甲责任。查某人必须爱出草，把人的头壳刮落来；查某人爱摇一步，才会使得到侧面的资格。记录侧面的老人超过20年的电贵是讲到，这是最后一摆送别侧面的老大人，对伊来讲是历史任务的结束。文面国宝现在已经是尾声了，没有告了一个段落。我本人在台湾已经收集了将近300个文面老人，大概100多位的故事。未来可能这是一个祭典了。知影林姊妹过身了后，蔡英文总统除了表达唔甘以外，也感谢林姊妹将心来奉献伫文化传承甲推广，并且答应文化部甲原民会拢会继续来传承原住民的语言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跟新林务局农林航空测量所最近有举办立体看世界活动，用红色甲蓝色的镜人对空中翕的相片看落，会当看到立体的航角图。曹向清咱做回来看。它其实就是利用我的左眼跟右眼的影像，就是所接收的影像的角度的不同。解说互民众了解安怎用红蓝镜片来看航角图的原理。林务局农林航空测量所最近办体验活动，民众伫遮会当用立体的方式观察航角的资料。活动是为了给民众体验从空中来看地面，来感受一下说，立体感觉是怎么样。举例来说，那我们森林资源调查，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立体的观察来看，可以看出它的磷分的结构，还有坡度波向，还有树冠。农航所表示，透过航角图的详细资料，会当减少地面的调查，立体的观察嘛是辅助航空优质图纸应用的重要方式。透过反光立体镜灯工具，通更较全面性检视图上的资料，亲像一寡土地甲林地的变迁。不管是航照或者是卫照，其实现在应用已经很广泛了，可以看到说，原来这些建物的立体高度啊，然后也增加更容易辨识整个空间环境这样子。农航所表示，因伫60几年来运用立体观察，进行农林资源国土观测的调查，发现外界对这种物件其实真好闲。最近开始举办航角图的相关活动，接下来会继续安排各种的体验。记者陈嘉玲、胡凯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的国土正做战场，人民受害。伫乌克兰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就甲厝内也个伊家己伫马里坡秘战火日子，用图甲写文字，甲写做日记。囡仔笔画出古水的图，毋过内容却是粗残的战火，看落会互目眶红。温暖的日头照伫身躯，查某囡仔靠伫妈妈身边，斗阵拍开一本蓝色的日记。不过这毋是普通的日记，时间等于到4月。迄时阵，俄军对东南部港市马里坡发动兵攻，8岁查甫囡仔叶戈尔伫阿索钢铁厂附近的徛家，也互俄军飞弹轰炸，天棚炸出一个大坑。迄时阵的场面，互妈妈验影机甲翕落来。叶哥甲亲人比伫地下室，伊用文字甲画图写大家拢哭啊，我真想要离开。也写迄时阵一家伙仔拢受伤，家人互相来疗伤，还佫冒险出外找水的情形。Рано на спине выдрана кожа, сестре рассечение головы, маме выдрано мясо на руке и дырка в ноге.几下礼拜，伊就用一支笔记录战争之下上血腥的一下马里坡围城战。为此，士兵提前扫射有人倒伫涂骹，也个战车开入城的画面。查甫囡仔日记最后一下是为战火之下遇难的厝边。
За слезы. Сразу пошла мама, тетя, дядя были, показывали, смотрите, говорю, что написал. Плакали все.英国即马已经甲亲人斗阵倒到查甫罗热市，因亲像一般囡仔共款生出房车，也讲上爱去马里坡剧场。按过妈妈奥伦娜透露，伊以前真惊吓，无法度谈论战争，都知战火已经伫小小心灵留着阴影。公司新闻王亚峰报道。世界正心息来看，欧洲的太空总署进前有公布观测天星的解夜任务上新的进度。除了有公布银河系要挖20粒行星的大数据，即马嘛根据超过10万解的星境这款现象，也是天星内部发生袂输是大海啸这款现象。这现象会改变行星的形体，也是改变伊的大细粒。那这个发现，佫是研究太空的头一届。观测天顶的星，欧洲太空总署 ESA 自2013年开始发射解夜太空望远镜这项解夜观测任务以来，最近国再发现银河系更加侪秘密。第3阶段的观测资料，观测到所谓的星阵，是这边新资料内面上互人意外。对公布的资料来看，伫咧超过10万遍的星阵的观测，科学家发现行星会产生膨大球速的变化，改变伊的外形。其中件包括一寡根据人类的了解，无应该会发生任何星阵的行星。ESA讲，这项发现彻底改变人类对银河系的了解。We know stars, and they also included in the data release, which oscillate really a lot. I mean, they really expand. The star becomes really significantly bigger and smaller when doing these oscillations. 科学家讲，这款星阵就敢若是大规模的海啸共款的震动，和研究人员会当借此推测行星的密度、伊内面的温度、甲内部运作的大量资料。新公布的这款资讯，包括观测到的行星的年纪、温度、质量，甲其所带的化学成分，要甲21粒行星的大量资料。因为伫咧行星的进化甲死亡，会伫咧伊的内部产生无同的元素，一寡化学成分会当确定对一寡行星是伫其他的星系形成了一个线内银河系。It's sort of a very interesting insight into the interiors of stars and understanding better the inner structure, which then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oretical models. So it was a sort of very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of stellar physics. 虽然解夜望远镜到即马收集到的资料，只敢若是银河系1%的行星的资料，不过这款资料是每年差不多1600篇科学报告的基础。目前解夜望远镜也阁继续伫咧离地球150万公里的环射轨道继续观测。天文学家希望利用更加侪资料，进一步了解行星的诞生甲死亡，甲银河系伫咧过去几落10亿年之间是安怎演化的，希望会当建造出一个完整佮正确的银河系地图。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气候暖化造成极端气候，也有海平面加悬，东南亚的国家受害真深。亲像新加坡，因为有3成的面积算是在地势较低所在，所以因的政府就估计讲，到2100年，海平面总共加悬1公尺左右。因为遮济所在拢会沉伫互水淹去，不过所以因即马赶紧提早准备，嘛提出未来100吨，因讲要投资1000亿新币来做海岸的防卫计划。新加坡地球观测研究所的研究员马乔斯基正伫咧希维西公园测量海平面，即卖水位袂互人担心，不过气候暖化会互海平面有明显的变化。Because we don't understand the Antarctic ice sheets. There may be events that make it rise to actually roughly 1.7 meters higher than it is at present. It's the size of me. 新加坡的地势较低，有3成的土地只敢若悬出海平面无到5公尺，长期有淹水的危机。地球暖化造成极端天气愈来愈严重，常常落超大雨，暖流海平面上升。这几年已经几多遍，和这个飞远城市国家发生严重的突发性大水。目前海平面平均一年上升3到4公里，官方估计2100年。海
海平面会上升1公尺。这个基准国家早暗的暖体楼，每年2遍到4遍的风暴潮，也有地壳运动、地面下沉的化学效应。上海情形，海平面有可能会升高4公尺到5公尺，到时影响是真大。That water will rise and then temporarily flood the running track, the camping areas, and that hawker center that we were at. I mean, very scary for sur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and I call it home as well. 新加坡本来城市规划要求建定不将起一个海拔3公尺以上的所在，也个会留暖体楼的压缩比的空间。伫即马新的标准已经提悬到4公尺，中义机场新航站这寡关键的设施，是要起一个海平面5公尺以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甲应付气候变迁，比如敢若是国防同款的重要，因为拢关系到生命安全。所以，伫咧2019年就提出，未来100年内要开1000亿新币，差不多代表2条海预算，加强海划线。另外，也开发淡水的模型，精准推算评估风险，也搁对东海岸3个较脆弱的高风险地区进行专门研究，对症下药。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这礼拜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高温有机会升到36度以上。若东南部有机会会出现火烧风，过道是爱细致西北风甲雷公雨。再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5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